咁樣咧，大概一棵樹左右咧就有10公斤嘅橄欖，10公斤嘅橄欖咧就啱啱可以榨到1個 liter 嘅呢一個橄欖油啦。咁市面上咧有工業嘅採摘方法咧，就各種各樣嘅橄欖擺埋一齊，攞落去加工場嗰度去加工嘅。咁嗰啲咧就唔係真真正正嘅高質量嘅呢個橄欖油啦。點解呢個公司會全世界排到第7咧？就係佢只係用1到2種嘅橄欖油，就係堅持呢種橄欖去榨油。咁所以咧，佢質量咧就非常之好嘅，同埋榨橄欖油咧一定要盡快盡快收成，1年1做嘅啫。咁就1到2日之內咧就立即收成，就2個鐘頭之內咧就會喺加工場度即刻榨油，咁樣先至最清最純嘅橄欖油啦。咁市面上其他有好多嘅品牌咧，佢哋就會中意用話我會點樣家庭傳統係一粒一粒咁樣去摘，嗰啲就唔係真正嘅唔係呢個真正嘅採摘現代嘅工藝嘅，因為咧你要盡快，如果唔係就會唔新鮮，同埋會味道唔純正啦。